记者综合报道。台语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你参考。台南西港有水族镇，较早讲有只海岸，即马改号做水族镇。看到人的顶头，国情就想到台湾民间流传的李罗车闹东海。若听念歌的歌仔先，因伫咧念李罗车闹东海点水兵，到底灵王太子安怎样一日将水底这鱼虾水珠点出来？实在讲啊，真精彩。大仙为怎样讲？伊去东海伫咧闹到讲灵王，就爱派因囝出来甲罗车车拼。永早日本时代，就有歌仔册，就有四库连。国庆啊，今日就是对歌仔册扣来。啊，另外根据刘柳先所念的李罗车闹东海的歌仔，来扣即几句的四库连，来甲观众朋友互相来探讨。大仙啊，李罗车红菱一个运，鱼虾水珠照做运。啊，这也是灵王派利运，快点兵出来顺。海灵王就调三太子去掠罗车来应付，大胆敢闹咱水府，快点兵盖都。观众朋友，你甲听，海灵王咧讲即个话，台语上界活动，真正活条的口碑。即个言词讲去掠罗车来应付，应付就是讲咱去汉药房，本来汉药。咱来用迄个碗安尼甲拧甲变做糊，会较好配滚水落后。安尼讲做凝糊，即句话，即马可能少年辈嘛较罕能听着后。啊，另外，搁第四句讲大胆敢闹咱水府，快点兵盖都。即句都来都去的都，就是国政以早捌甲你开讲过。心情飞扬长阳庄，风吹金发苏情浓，想龙船河往。音信全无通，伊是行船拄风浪即个拄，啊，就是咱民间即摆选举的人定定咧讲，三个四个拢出来选，讲做三卡拄四卡拄即个拄，就是讲去应战的意思。结果太子咧点兵内容才有精彩，国政啊定咧讲虽然照封新本的剧情，毋过真正咧搬，拢咧搬台湾民间的知识。讲太子一时点水兵，孤钱好打做头前。刷鱼烧拍点一面，火喊靠伊磕两边。顶板一支透架钻，水尖金枪第一长。背乌点伊熬背远，海堤一无哪人算。前日啊，国政啊，甲朋友咧开讲，讲咱念即个歌，就是要教囡仔了解世间事，包含讲念杜恩啊歌嘛是。你听即个歌就知影讲，原来鱼虾水珠，台湾海底有迄个顶板。一支透架钻，水尖金枪第一长，就是因为即两款鱼啊，嘴啊拢尖尖啦。过来背乌熬背远，这咱拢知。啊，海堤伫海底，一无圆润润，敢若人算。这袂是讲听到即个歌，就看到即个景，毋若安尼哦。后壁面也阁有海灵王，毋若敢若太子尔，因兜阁有三个查某囝。讲海灵王三个查某囝，正是金色鲤鱼精，要甲罗车大拼命。毋知相输向人赢，大个才有2-1字，头偌相长偌多味，心情注意白死死，日月相倒飞两支。吼，你甲听，金色的鲤鱼车，互念歌的歌先骗出讲，头洗相长阁偌多味，心情注意白死死，日月相倒两边阁飞两支，袂输敢若咧看电影咧。较早台湾民间的歌仔册四句咧，你甲看偌丰富、偌精彩就好。这也是咱讲台湾或者海洋的国家，有海洋的文化，点点滴滴，咱就看会出来。袂是讲咱分林袂了的广泛讲者，因为海口描诗建筑嘛真有